2025年亚洲单轨运动会，咱男子冰壶的比赛是去撞到世界厉害的菲律宾。咱落尾是以3分比11分输去，无缘通好晋级。因那女子冰壶嘛是去撞到强力对手日本，落尾咱以5分比12分输去，排伫咧第7名。2025亚洲单轨运动会，台湾男子冰壶对菲律宾选对手有真侪是以前瑞士国家队的顶级选手，台湾依然提出上好的气势准备迎战。对手是世界级的名将，冰壶甲女兵是有够赞，都亲像伫冰壶顶悬装遥控器，伫前2局都先摕6分领先。第3局台湾把握后强的优势，一直破坏对方的防守弧，最后靠队长林挺力精准的出手甲女兵真水的 hand and roll， 总算抢1分。第4局虽然阁是一直互对手乱开，失去3分，不过第5局马上调整转来，对中泰伦真水的 double takeout， 对手也伫这时阵失误，阁互台湾摕2分。3比9拼命队，可惜伫第6局台湾也出现失误，就互菲律宾11比3提早结束比赛，台湾也无缘晋级。另外，在起的女子队面对稳定度真悬的香港，1比8失败。伫暗时面对强敌日本，第1局对方城堡战的防线，互台湾无法度进攻。前2局日本就抢先6分领先。第3局日本送欧米亚嘅也败，将家己弄掉的时阵，也送台湾晋级中心。咱当然也掌握这摆机会，最后摕1分。虽然第4局互对手阁摕分，不过第5局台湾连续几下摆真水的出手，将对手弄开，顺利拍4分大局。不过选去2局日本掌握后攻的机会，一直将台湾的互清掉。最后台湾5比12输日本，是第7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